又电又空的无彩先生。风田稻米真深，日手就洗恶做，恶真皮较喷的衫裤。我就出门啊！我甲母仔修理好，我真皮真多新的物件，大家拢真无喜。不过，无彩先生，无彩先生。嗯？哎呀！无彩先生实验长日记桥田，刷家己做电控的石头。哦，风田稻米啊，洗愈落愈太，大家弄落办不下。伊呢，看较紧点的。啊？无彩先生。我无照紧，现因善行啦，我电一下就听出现因啦。长日记桥的蒙彩先生，天大家莫错。来，我哋下面做盘做铺行。好。来，咱经验来。实在真好呢哦。我真皮真多，唔输强买唔拉色。你俩毛毯较紧摕开咧无彩先生。好。落啦咯。风田爱真久才要过开，大部分的时间大家拢咧飞哦。不过，嘛就飞莫开的师母。哦，来做这条毛款款的书真好啊！哎呦，真经买电惊死啊！啊，一条电路上很刺眼哦。阿姨阿姨，迄裁缝裁上咧。走。迄咖啡。蒙查先生收集要送，得风体变得更较新鲜咯。